教育可以帶動人類嘅進步，甚至可以改變未來。好多住喺偏遠山區嘅貧困學童，由於連基本嘅生活都成問題，返學讀書唔係必然嘅事。15年前，2位年青人前往國內山區考察後，毅然踏上助學之路，展開以促進中國教育為宗旨嘅苗圃行動，成為一個非牟利、非宗教同非政治嘅慈善機構。我哋相信治貧須治本，基礎在教育。中國嘅持續進步在於將人口包袱發展成智力資源。一直以義工為主導嘅苗圃行動，大小事務都由義工負責，甚至到山區考察亦係由義工自費前往。工作組會堅守實地考察、直接資助、長期跟進嘅原則，務求有效地運用善款。為咗確保善款全數用喺助學用途上，助學經費同行政經費係分開獨立籌措。每年苗圃都會以身體力行嘅方法舉辦不同嘅大型籌款活動，例如行路上廣州、挑戰12小時、茶馬古道等。喺籌募助學捐款嘅同時，亦令參加者真切感受到國內學童攀山涉水求學嘅艱辛。15年嚟，苗圃行動一共資助咗超過23萬人次嘅中小學生，重建接近700間學校同設施，總資助額接近1億5千萬人民幣，覆蓋範圍達至14個省190個縣。除咗籌募捐款之外，苗圃亦舉辦多個由年青人親身參與嘅助學行動，令佢哋懂得珍惜學習機會，並且讓助學嘅理念延續下去。